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呢个节目。你从头有讲吼，人类对你俩只地球红吼，其实有当到个自然系类似你个太自然。你形容太自然个自然，咪就讲哇，很好哦，很好哦。不过其实有原因吼，你太自然个自然基本上冇睇。今日你了大家来分享系海。老人类嘅关系吼，咁個度裏邊稍介出嚟之前咧，先來看下短片。大家歡迎你今日來賓，其實係吳超海洋文教基金會嘅執行長鍾慧君，歡迎。大家好，我係鍾慧君，我係關係嘅客人，大家好。歡迎哦。其實哈，基本一看到慧君嘅時間，一開始我想說，是慧君她本人嗎？對，因為看了慧君的書，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喜歡海的小美女嘛，就會知道講，這個小美女的樣子，應該我覺得好像是在海上，應該是一個。皮膚黑黑的，然後好像有沒有化妝化的比較好。結果基本一看到慧君的世界是覺得是一個好可愛，然後很女性化，然後一個感覺上是一個好年輕的小女孩哈。不過這個只是我的刻板印象啦。非常歡迎慧君到這邊哈。基本有像慧君來到亞片，同大家來分享就係你跟海之間的關係哈。很有趣耶。你說你是住在一個山城裡面，可是卻愛海的一個小美女。对，其實小時候是在山城埔里長大，對，但是就是因為住在台灣唯一一個不靠海的城市嘛，所以對海就特別的向往。加上我媽媽是高雄人，她是旗津人，然後我爸爸每次回娘家的時候，我們就會到高雄旗津看海，這樣。對，就常常看到我爸爸，他也是山上長大的孩子，可是他就會看着海，因為他非常喜歡大海的遼闊。那個背影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也許是從小就有那個海洋的因子在生命裡面。對，我來問一個很通俗的問題哈，大家青銅影給訪問嘅時候，大家就會講，你是喜歡山，或是你是喜歡海？那請問山給你的感覺，或是海給你的感覺？你跟海其實一起，我們說為伍這麼按多年呢。如果我現在問這麼通俗的問題，就你覺得海給你的感覺是什麼？我覺得海洋是，我覺得它是母親一樣的存在，是，對，它很包容，所以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海洋它是可以廣納萬物，所以我會覺得在它的身邊非常的
你非常的辽阔，非常的自在，真的。那山其实是比较心安的这样子，比较心安的，对，就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为什么呢？之前的节目底都有访问这个重凤，我觉得它就是山，哦，它跟山有很深的连接。节目里访问跟不一滚哈，它跟海有很深的连接。巧的事情，这两个人又是朋友，我们是死党闺蜜加就是一辈子的那个弯修郎，一辈子的弯修，一辈子的牵绊。我看两个女孩哦，一个跟山这么紧密，一个跟海这个紧密，然后两个人又非常的紧密，真有意思哈。所以你在海身上也学习到很多东西，对不对？好，学习到很多功课，所以吉姆尼才会有这个文教基金会的产生哈。我们就先开门见山，简单讲一下，按钮给文教基金会。大部分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我们是在花莲的一个基金会，对。但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以海洋为主轴。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海洋它是没有范围的，对，它其实是全球性的这样子的大家的母亲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工作范围其实也是比较从在地出发，可是我们也是全球化的，对。那我们的工作范围就包含我们所谓的海洋文化的记录、文史的记录，然后还有鲸豚的鲸类的调查，在海上的调查，那再加上一些议题哦，比方说海岸开发，还有动物圈养，就是海洋哺乳类动物，特别是那再来就是渔业的研究，那更多的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海洋的一个环境教育，然后带给大众，让大家先有机会走入海洋，喜欢海洋，那就进而可以关心这些海洋的一些议题。对，为什么会感觉一开始好像很严肃哦？其实共识才发有青斗你会觉得说，哇，我要去海边玩，对不对？哇，海好美哦，然后有很多人会从事海边的活动啊，有没有？黑某就青董你们会特别去，我们说哇去看海中生物，会去浮潜，或者是会去潜水。可是我觉得大家在享受这样子的海洋资源的时候，哇，你看多棒！有没有一望无际？可是我觉得大家会常常忘记我们跟海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之间我们要怎么样跟海互动？好，所以给你特别邀请慧君到这边，他刚刚在。蝶共给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大家有听到哈。其实除了很多海洋的活动之外，比如包括旁边的建设，但最重要，我们刚刚讲现在很流行赏鲸豚，对不对？所以很多，尤其是在花莲东部这边，其实每一年夏天都有很多的赏鲸活动。是，对，你们一开始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鲸豚调查开始。对，其实最早是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其实。应该说台湾对于鲸豚是不了解的。对，那时候最早其实，在野保法规定它是保育类动物之前，一般的大众认识它的方式可能只有搁浅，或者是渔民他可能也是猎杀它，因为最早并没有保护这个鲸豚不是保育类嘛。对。那其实到1990年之后，我们开始在把它变成野生保育类动物之后，其实开始大家就想要进一步的去认识跟了解，到底台湾东部海域的鲸豚分布在哪边。对，那有哪些鲸豚？那在什么时候出现？类似这些问题。对，那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们的创会的董事长廖鸿基先生，还有几位像国内的一些学者，大家就共同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这样子。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做一个鲸豚调查的累积跟的数据的累积。对，那后来就慢慢的发展成赏鲸业开始之后，我们就持续的在海上做解说。所以黑潮的我们的环境教育其实有一部分是发生在海上船上，对。那透过解说教育，但另外一方面又做科学调查，那是我们就是持续累积台湾的鲸类的这些基础记录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很棒哎，这样的记录几年了？就从1996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哇，好棒哦！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慧君在讲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哪里会看到青头跟胸片哦，那个照片真的好漂亮哦。对，所以其实这样整个东部海域其实鲸豚的种类非常多。对，其实全世界的鲸豚种类，就是世界上被发现鉴定出来的种类大概有80多种。哇！但是台湾的海域，就是东部加西部的海域就有30几种，这么多。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它占了1/3强，全世界的鲸豚种类的1/3。哎，所以非常的丰富哎。对，我觉得有时候台湾很有趣哈，台湾有时候很小。我们常常在讲一下像赏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台湾很小，可是却有很多的人要来台湾赏鸟，因为我们非常的丰富，我们有生物多样性。对。
对，但是你现在讲到东部的海域，其实我们鲸豚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青斗哈，所以其实。今天慧君来到这边，除了跟大家分享安永 K 知识之外，其实当然也带来了一本书。这书里面也写到了很多的故事。不过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其实这里面有提到，其实你们在这样的记录过程中认识了不同的种类，你们也认识了不同的，应该说你认识到本尊。对不对？其实动物的本尊，然后你常常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是不是有一个是花纹花纹海豚？对，我今天有带我们，因为我们根据不同的鲸豚做了一些文创品，那这个其实就是花纹海豚，对，它长的样子，对，所以像现在上面会看到很多它的花纹，它比较特别是，它一出生的时候，其实它是全黑的，身体是全黑的，但是随着它的年龄渐长，它的身上会有一些，比方说刮到的痕迹啊，或者是跟其他的同伴打斗，甚至因为它是摄食章鱼、鱿鱼类的，你就会在它身上看到那个吸盘的吸嘴，就是圆圈，对，所以其实花纹海豚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可以做辨识的一种鲸豚种类。对，所以我们就长期以这种种类的鲸豚做了所谓的 Photo ID 的一个个体辨识。你们是不是也帮它命名了？对，其实命名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它。对，但其实主要是它其实是一个募款计划，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觉得有趣的命名活动，可是其实来认识每一只个体它的差异性这样。是，那你们帮它命名是？不是这一只，但是我们有一只比较特别的，一只叫来，就是在它的背鳍的上面有中文的简体字一个来字的。怎么那么有趣？对，而且这一只花纹海豚非常特别，因为它在最早我们还没有开始做所谓的 Photo ID 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解说员在海上拍照的时候，就发现，这只他回来会看照片嘛，就觉得，这只为什么它的上面背鳍有个来字，就特别注意它。那一年是2000年，后来我们大家每次出海都会拍照，那其实 Photo ID 其实就是用拍照来做一个辨识的意思。对，那大家慢慢分享照片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在2011年也看到它？对，2000就从2000年开始，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来这只花纹海豚的踪。那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你其实，在茫茫大海里面，你要遇到他们都很难了。可是你又能够遇到花纹海豚，而且又遇到来家族。后来我们就开始发现，这些就是在来身边的这些鲸豚，其实我们从它的背鳍跟花纹去对照，我们发现是蛮固定的一群。所以很有趣，就是大家都想要知道，你会觉得好像去了海洋遇到老朋友的感觉。对，就是你会很感动，因为你每一年都看到它，你们没有约定，可是你就是会在海上跟它相遇。对，而且会观察他的家族的互动，就发现他都跟某几只都常常在一起。是，对，所以其实就会能够牵引出他们的故事。是，像这样的故事在里面在今天带来的书里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跟描述其实还有多嘅故事，然後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等下陣來。今日邀請到係慧君嚟到一篇同大家來分享其實海的故事一定很多，說都說不完。慧君今天除了同大家來分享跟海之間的關係，然後我們可以做好多的事情。當然，因為慧君也帶來一本新書，對不對？黑潮洶湧。其實這本書真的我看到這些其實都挺有意思，這也同大家來分享，裡面有好多故事，也有好多討海人的故事對，所以我才會說。這些討海人的故事怎麼可能讓你3言2語就講完了呢？對不對？不過我們還是要來介紹一下。所以其實一開始，其實我們剛剛上一段講到，其實有很多賞鯨豚的活動。事實上，文教基金會也辦了很多不同的，我昨天講春夏秋冬改法同，然後讓大家一起來參與。是比如說什麼樣的活動？其實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當我們想要談海洋教育或者是海洋文化，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讓人跟海洋真正發生連結，對，甚至是要走入到海洋。所以像我們的這一期的會訓，其實就比較是針對人怎麼樣走到海洋的一個意向去做一個創作。對，那針對人怎麼樣帶領大眾走向海洋，其實我們有規劃了一系列的活動，就像剛剛主持人介紹的，那我們是叫它黑潮海洋大學這樣子。為什麼我們叫它黑潮海洋大學呢？因為我們是把
海洋当成是我们的学校，然后我们的教室不是在有墙壁的地方，但是我们认为人的一生当中，其实他会需要跟海洋接触，然后去从走向海的过程当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对，所以我们就有规划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你怎么去认识海洋的几种流程。那包含了也有你可以去清水断崖，就是有一个航班叫清水断崖的航班，就是大家可以在海上看到清水大山，跟陆地上看到清水大山。那我们也有办所谓的一日讨海人，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渔业的问题很重要嘛，但是消费者其实通常没有办法太直接的联想到它的鱼跟渔业的关系。是对，所以我们也会让大家体验看看，如果你是一天的讨海人，那你会一起出海，然后做哪些一些钓鱼的方法？所以他们真的会在一天里面。对，就是好像要很扮演讨海人一样，然后在那边没错，会捕鱼。然后我们之前就有在海上做过延绳钓，然后也有做过，就是有让大家体验那个标刺渔业，这么难，但是它不会让大家就是在白浪滔滔的时候出去啊，因为真的太危险。可是像标旗鱼或者是站在标鱼头，然后去举标枪，这其实都是一个很直接的感受。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会是在港口进行，可是如果像出海放延绳钓的这个渔法的部分，就是带大家真的出海，然后就真的去钓鬼头刀。是，对。那钓完之后，你就可以在船上钓完之后，你当天就可以吃自己的渔获。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我们是想要把很生硬的东西，因为你讲渔业渔法，一般人觉得太难了，就是到底那是什么？好像在上课。对，所以我们就会想让大家觉得说，你的手亲自去拉那个鱼线，你亲自去看到这个线的尽头，它钓上来的是什么样的渔获，你用你的手的力量跟生命的重量你去感受，其实你会感谢大海的恩赐，你会发现你的食物是不容易的，然后也可以进一步去认识海洋的生态。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黑潮海洋大学就是希望透过安永可以发通，有没有？然后让你去真的跟大海的连接更亲近，其实也是珍惜我们的食物，对，并不是不能吃鱼，但是就是说你必须珍惜这样的一个食物来源，然后对，然后就像刚才慧君讲的，其实这跟中间跟渔业的捕捞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简单讲一下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讲黑尾鱼好了，其实黑尾鱼是一个大家都好爱吃的一种生鱼片的一种鱼种，然后曾经大家非常的鼓励我们有一个丰富的黑尾鱼可以吃，可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当大家一窝蜂全部都要去捕捞黑尾鱼的时候，其实它就造成了我们整个生态上面的不平衡。对，所以感觉上应该是要开始呼吁说，可不可以先暂时不要再吃黑尾鱼了，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过去国人比较常接受到的是政府会办非常多的什么渔季，什么渔季，对，包含花莲有曼波渔季啊，然后有东港黑尾渔季，对。那其实像这样的祭典活动，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会觉得比较没有一个根啊，就是说为什么政府要推这样的活动？通常，当然他可能是希望可以在产业的发展上面去做推动，或者是观光业的对观光业。可是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啊，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推广之下，你会发现某一些特有的鱼种，它突然因为这个推动，对，捕捞量上升，没错，对。那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吃不到了，没错，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特别针对海洋的某一种，特别是金字塔型高阶的这些鱼的种类去做推广，对，因为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消费者在选择你要吃什么鱼的时候，不要迷信说大型鱼类，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污染严重，所以你有没有想过那个金字塔尖端的那种大型鱼类，它反而是有可能含汞量是最高的，对，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在选择鱼类的时候，消费者可以尽量选择是 buy local， 就是你有没有先了解你们比方说你所附近你家在的附近的海域，它可能是生产什么样的鱼类鱼种，它是用什么样的捕捞方法抓上来的，对，去选择比较你的近海的鱼类，然后同时你也不要选择说特别大的，然后其实是有一些选用的一些原则啦，那包含我们其实讲了蛮多年，就是包含对于鱼翅啊或者是布拉鱼的这种鱼种是不是要吃，对，我觉得大家并没有说是说你绝对不可以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选用的时候先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吃它，或者是吃它真的有它
它的效果吗？对，还是说我们吃的是一个迷思？是，对，但是不知不觉当中，海洋资源就这样匮乏。没有错哈，就像菲律宾讲的，有时候你说你一直吃那个鱼会不见哦，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那个鱼不见之后，它就影响了整个海洋食物链，所以这个鱼不见，比如黑尾鱼不见，大型鱼类不见了，金字塔顶端的鱼不见了，所以它就开始一层一层的影响。那可能很多年之后，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用吃鱼了，是不是？有一个预言，就是2048年以后，人类是吃不到野生的鱼。科学家这样讲，是，到时候你只能吃水母，就是水母煎蛋。对，所以那刚才也提到那个小鱼哦，Andy 讲那个小鱼，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就说，哎呀，那个煮给 baby 吃哈，神经细胞很营养，可是事实上那个鱼其实是都还没有长大的鱼，你一起把它补回来了。对，主要是混货的问题很严重啦，就是说它可能是很多种鱼苗集合在一起被捕抓上来，所以你就让很小的鱼没有长大的机会，所以它的后代也就吃不到。对，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思琼福运公也提到，每一年都有好多的活动，对不对？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活动。其实除了刚刚讲清水断崖，或是一天的讨海人的活动，不你刚书，你一整天下来，在这中间学习的彼此尊重，跟他的互动，以及跟海洋的相处哈，我觉得这个是最切身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很多东西，你听了，你这边听，你这边就出了，对，好像有一点点感觉，然后等一下走到给盖鲁红与乌吉带嘞哈，可是你亲自去体验之后，感受会不一样。比如说，你们是不是也有海洋净滩的活动？这个对净滩我们很常办，对，就是包含平常性的净滩，我们会固定在溪口，就特别是长期侦测一个河岸它的垃圾量的变化。那我们也有办让大家可以参与的比较有趣的，就是你可以出海捞垃圾，因为一般净滩都是在岸上，对，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因为洋流系统的带动，所以很多的垃圾呢，尤其是人为的垃圾，它不仅仅只是在岸上，它其实是透过整个系统是回到海面上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你就沿着那个潮水交界线，你就会发现好多的垃圾聚集在上面。然后这有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海水的交界线叫做潮界线嘛。潮界线它其实是海上的生命线。为什么它叫海上的生命线？就是这些浮游生物聚集的时候，小鱼小虾会去吃，然后再中型的鱼类就会去吃，然后在更大型像哺乳类动物，它们也会去吃。所以等于这个潮界线上是非常丰富的生物链。那如果这边有垃圾呢？大家有想过那个问题会是，那个小鱼吃了塑胶微粒，然后再来大鱼也吃了，那你吃了大鱼，然后你打开就是鱼的胃里面就是塑胶，就是垃圾。对，那有时候哈，其实台大会讲，大家有时候真的是很健忘啊，看到很多的影片，看完之后就说哇，总得洗，然后等一下就忘记了。常常大家会发现，其实鱼类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在海边的一些动物。我们说，你知道它真的如果死掉之后，你把它打开看，它整个肚子里面都是那样的垃圾，而且很多的塑胶制品在里面，保特瓶啦。打火机呀、雨衣，对，瓶盖都有，对，然后甚至有很多时候像橡皮筋，对，那熊呢该种的东西，然后也吸管，上次有一个绿蜥龟的鼻子插到吸管的。我不知道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海龟的鼻子插吸管也是。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好像已经从国小就开始讲到现在，还是要每天不断的呼吁，真的大家要爱惜我们的大自然，这样的东西真的要减少。对，因为其实净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知道，就是减久了，大家会有点无力。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我们带大家去净滩的时候啊，大家终于弯下腰捡到那些像吸管啊、瓶盖的垃圾之后，其实净滩玩的人就会觉得。垃圾真的很多，然后他会自己就会反省说，那我是不是不要使用这些东西？对，那另外一个无力感就是大家会觉得捡到最后到底是要怎么样？这些垃圾永远都不会消失。对，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净滩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台湾还蛮流行净滩的。净滩它其实很重要的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发现问题。对，就是透过净滩的过程，我们把这些垃圾捡起来分类、统计那些数据，其实是可以追踪作为一个政策，我们去推动一个政策的一个依据。对，那其实我们很强调就是一定要源头减塑，所以就变成说，不是说你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丢垃圾，是要告诉你不要用吸管。对，就是其实是一直往回溯源。对，你应该就从源头就不用这些东西，对，它才能够减少。因为其实大家都以为回收是一个就觉得是一个解决的途径，可是不是，因为当你回收之后，其实这些东西它并没有办法真正在做成一样的东西。比方说保特瓶，它是会就是降一级的去做它可能会运用
用的范围，而且。通常像再生质啊，或者是资源再利用这种方法，它其实相对也有可能产生其他的污染，像水或者是什么的。没错，对，所以最好的方法真的就是建议大家从生活中做起。我们非常诚恳，因为大家如果就是有机会来黑潮，然后千万不要带饮料给我们，因为会被我们罚写悔过书。然后千万不要带吸管去找他们，不要带饮料，不要有这些东西。其实还有东东改故事，走得老乡亲朋友来分享，我先请你改跟这边聊下，等下再转来。哇，这个是慧君带来一段好漂亮的影片，好美哦，在海边。对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好，其实刚刚看到的画面，其实是我们跟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叫 INTW。那这两个双胞胎姐妹，她也曾经参加过我们黑潮的活动。那她们其实在去年跟今年都在海边做了一个52赫兹的舞作。对，那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就是她们是在海边把海作为一个大地，作为一个舞台，然后去演绎。其实52赫兹是讲一只孤独的鲸鱼的故事。对，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在海里面，就是动物之间，它其实是用音频来沟通。对。但是52赫兹这只鲸呢，它自己的音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大家都觉得它是一只孤独的鲸鱼这样。那结果这两个朋友，这两个姐妹，她们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就创作了这样的一个舞蹈。对。那同时也是基于他们跟黑潮还有海洋的渊源，所以他们回台湾公演的时候，就在去年跟今年都是跟我们合作这样。对，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舞作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要谈，我觉得其实它是艺术的层面啦。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在那个创作的方式上面，它其实是跟环境融为一体的。对，包含让观众跟着舞者一起到海边，对，然后在一个没有设限的范围里面去观看这样的一个舞剧。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其实它可以让大家融入那个52赫兹的孤独里面。然后我觉得也像慧君讲的，是另外一种亲近海洋的方式。对，就是带领大家，就是你可以在海边看舞，它不一定要在很舞台上发生，它是可以海是很生活的、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这样真的。然后也要再一次的表现出对海洋的尊敬。是。好，所以其实黑潮海洋大学或者是这个文教基金会可以分享的故事真的太多了哈。对，这是不过节目的快尾声，先赶快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年2017年夏天是不是也有你们比较例行性的活动？对，我们其实夏天我们还是一样，就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春夏秋冬我们都还是有做所谓的黑潮海洋大学这样的活动。对。那另外我们也有带孩子去海边的夏日营队，就是针对3到5年级的孩子。是。对，就是我们希望教育其实是从小开始。对。对，那再来我们8月底会在花莲办一个海洋市集，这个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海洋
市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们会希望把无塑循环跟永续的概念带到市集里面。那这个活动是跟花莲市公所一起合办，对，那我们就会让大家在花莲的海边，然后去参与这个露天市集。对，那要怎么样知道这样的讯息？大家可以在日后继续关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粉丝页，对我们的脸书的粉丝页的讯息，活动讯息都是最及时的，所以大家就是去按赞之后就关注，对，就是就会你会有一些不论是议题上的或生活资讯，或者是我们的活动讯息，都可以在上面分享，真的很棒哎哈！也希望家长跟孩子一起参与，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会觉得哇，夏日活动好有趣，然后又可以看到美丽的海。事实上，透过这样的活动，其实也是从基础教育做起，认识海洋，对不对？然后对，因为黑猫你同归云大追顾给时间，更多给塑胶的东西，他整个脸就对不起，太严肃，眉毛都垮下来了，就觉得啊怎么办呢？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永续的，是绝对不是今天我净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是，像也有一群人其实是在海边，他其实是深入海底，每天去捞很多的垃圾起来。可是你越深入海底去捞垃圾，你就越难过，因为还要带着剪刀，很多东西那些渔网是卡住的，很多鱼是被卡住的。对，不过当然在今天哈，还有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今天这本书其实带了3本是要送给观众朋友，好不好？好，那我们要来出一个题目，对不对？好，其实按简单，对，好，其实。题目出的越简单，其实就是要送给观众朋友，希望大家来关注，好不好？哈，可以这本书的名字呢，我们请慧君好好来介绍一下。好，这本书叫做《黑潮汹涌》。对，那其实它其实就是在谈从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的一群人出发，是讲6个背景故事，然后想要串我们所关注的海洋议题这样子。对，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海面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不论是阅读啊，或者是参加活动，然后或者是一些净滩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让大家把海洋跟你的生活真正的结合在一起。对，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关注海洋的未来。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呢。很想要这本书的话，其实只要到Forky 乐类改免书，其实留言说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黑潮汹涌》，很简单，对，就有机会得到这本书，对不对？哦，我自己看这本书其实是很有感觉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故事的，有一些他海人的故事在里面。本来今天黑公有时间要请慧君来分享一下其中的小故事，可是发现我们可以说的事情好多，对不对？哦，其实。真的就像你讲的，这是一个很基础教育开始做起，里面有可以跟他分享的梗呀，实在是太多了。那当然，像我们本来很想提到，就是不要再去那个娱乐园看动物表演了，对哈。所以节目的最后短短的20秒嘞，我来呼吁一下好了，谢谢。对，首先谢谢慧君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哈，真的谢谢，因为我觉得希望有机会可以赶快来分享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跟讯息。最后用什么当结尾呢？乡亲朋友哈，还有不要再去游乐场去看动物的表演了，不要再去看鲸豚的表演了。他们其实应该生活在大海里。对，好，那希望金光朋友看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点的感觉，也有一点点的收获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去海上。是，真的，谢谢慧君，谢谢。好，乡亲朋友咧，听你 Hello 的时间咧，一定来做认同了。